较早的花就是安尼啊，看到毛远啊，爱才长才快。以前都爬咧好，好多种迄较早阮做囡仔懵落啦、香咧啦、啥啦，懵了一世界。愈侵蚀愈内底吼，就是会影响到咱老百姓的生活。所以你即摆风台来，直拍落就够花。它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上游河川它补充的沙源被阻断了，变少了，所以补充到海岸的沙变少以后，它就容易让那个沙滩的变动产生一些变化。它原本在夏天是侵蚀，可是冬天会回淤的状况，因为沙源整体变少了以后，它可能补充的量变低了。那整个海岸线就会有慢慢退缩的一个趋势。沙源减少主要是有几个原因啊，大概是像我们有新建一些水库，可能把一些沙源去拦阻。那像我们山区的水土保持如果做得比较好的时候，那也会减少一些沙源顺着河川上游慢慢到海岸这样。那像水利署也有在做一些河川的一个疏浚。那这些沙原本它其实是要自然的回归到海岸来做补充的，也是被阻断。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沿岸会新建一些像渔港啊、商港一些大型的构造物，那它会有一些防波体，那这个防波体它也是阻断了我们原本就是海岸它沿岸流的一个流向，也会让一些沙碰到这些防波体以后，它就淤积在那里，那原本它可以再往回补充的部分就变成减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我们七股区庆山港的沙洲，那它属于台江国家公园的一个特别景观区，所以我们会跟一般的海岸所看到一些工法会比较不一样。那因为这边是那个国家公园的特别景观区，所以会比较注重生态跟环境景观，所以我们采用的工法都是这种比较近自然的一个工法，像我们会取这种比较自然的那个竹子来做组装的一个打色。那还有像我们会施作这个沙场带，那它沙场带的主要的里面的沙来源也是从西湖里面去做一个抽取，等于是就地取材的一个部分，会对环境的冲击比较少。那打色竹桩呢，主要是为了让我们外海的波浪它去碰到这些竹桩的时候，可以有一个碎波的效果，让它的能量整个降低，才不会把沙带走。那做这个沙场带的部分也是一样，也是有一个挡浪的效果。因为它是有一个孔隙力的一个控制，所以波浪打到它的时候，水会从孔隙排出，那沙会留着，这样才不会说造成我们沙洲的那个犄角会被冲死。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针对沙洲与西湖的保育，我们台南市政府呢，现阶段采取的策略呢，有包括我们在沙洲外侧施作竹桩及沙场带，防止波浪侵蚀造成海岸的侵蚀，那并就我们西湖抽沙来填筑，达到人工养滩及西湖疏浚的双重效果。我们会与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还有民间团体一起来合作，由政府单位来设置海岸防护林的一个相关设施及养滩，加上民间的一个种植造林，那共同改善海岸线退缩的一个问题，打造一个绵延的沙洲海岸林，一起守护七股西湖及维护生物多样性，达到在地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永续的一个目标。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8月4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会定议会上午由文化局甲观光旅游局进行业务报告甲质询。为了迎接2024年台南建成400年，虽然进前市府才召开主视觉发布记者会，不过有议员建议，希望活动会当看剧处，并且争取国际宴会或者是灯会伫台南举行。台南市政府伫7月下旬，才伫安平古堡公布台南400档系列活动的主视觉加主题音乐的发表。不过上午议会定议会伫文化局的业务报告甲质询中，这位议员认为庆祝建成400档文化古都就应该展现文化的水，建议活动应该看剧处筹备委员会，甚至争取国家级的大型活动伫台南来举行。那整个活动其实是跨局处的是跨局处，那也开过多次的跨局处会议。那目前刚刚你提到的，不管是国庆烟火或是台湾灯会的事情，其实各局处都积极的在争取当中啊。那其实在，不同的领域，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期待这个2024这个建成400年的这个整个活动也希望说能够办的让大家都可以全台湾全世界都可以看到。所以我想这个
会议的过程，我觉得是可以越来越汇集更多的力量，让大家的声音可以进来，然后让整个活动可以更加的顺利啦。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在成员的组成上啦，怎么去汇集更多的这个声音，我想这个部分局长这边可以再加油一下啦。我跟议员报告一下哈，因为筹备委员是我们各个所谓的各局处的比如说文化大展的自己有一个咨询的委员，我们可以再去多邀请。那农业局可以多邀请跟农业的，就是让各方面的意见都可以纳入，让大家都有对于台南庆典这个参与感啦吼。上午的建设部门业务报告甲质询中，因为佫包括台南市美术馆的营运状况。虽然会中这位议员肯定美术馆最近的活动对深山市集到亚洲的地域与幽魂特等放加真成功，因此议员建议保守公务人员各组的官员先转去办公。不过现场嘛有议员有无同的意见，虽然官员受到激发，不过领的薪水嘛是市府支付。照规定，议会就是有权来监督，成为艺术厅另外一个政治的焦点。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这16岁已经是台南市登录市定民俗之一。在70这天，市长黄伟哲一早起就出席东区关帝殿、甲北区全台西来安主持这16岁成年礼，勉励16岁学子爱有责任感，也祝福因未来人生道路会当顺顺利利。全台西来安办理做16岁已经迈入第12天。今年活动同款选择咧农历70这天举办，参加青年朋友穿着状元衫，2只毛巾象征长大人。活动充满趣味又够有意义，吸引真侪家庭报名参加。希望小朋友可以借由这个习俗，然后更了解这个传统的文化，然后也能够让他知道说，长他16岁以后要身负更多的责任，这样子。妈妈的小期望这样子。我们第一次在这边办因为住这附近，然后觉得一直看他们的 FB 啊，然后一些活动，每一年的16岁办得不错，所以第一次来体验觉得真的也还不错，还蛮推荐来这边办16岁的。市长黄伟哲一透早嘛特别来到西来安为青年朋友做发证，并伫咧民政局长蒋玲煌、副局长吴明熙、北区区长李煌兴、市员陈怡贞、沈振东以及西来安董事长詹正英等人的陪同之下，先向西来安5号大地参拜。今仔日会使讲非常的欢喜，甲感觉个人非常大的荣幸，来做伙观礼咱全台西来安做16岁这个传统民俗重大活动。当然做16岁的历史渊源大家已经非常了解啊。咱即摆嘛要推动这个18岁公民权的入宪，所以咱伫11月26日的时候要进行宪法复决，那希望说大家都来支持，感谢西来安能够举办这个16岁这个民俗活动。市长黄伟哲表示，伫传统礼俗文化渐渐式微的现代社会，台南市第有的做16岁习俗，由父母长辈陪着囡仔，透过传统科仪的举行，让囡仔伫70这天留下难忘的16岁成长记录。分享生命成长的欢喜，也让子女体认到家己对着个人、家庭以及社会应尽的责任，达到传承善良风俗的社会目的。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由奇美文化基金会所主办的奇美艺术奖，今年迈入第34届，8月4号举行颁奖典礼，表扬支持台湾的美术人才。这个奖项已经累积355人次得奖，奖助金超过1亿2千万。已经迈入34届奇美艺术奖，所有得奖者的作品已呈现伫颁奖典礼会场，并希望透过奖助金，让少年艺术家会当专心创作无效果之余，嘛有机会伫国际舞台发光发热。4号奇美文化基金会盛大举办颁奖典礼，先由场地艺术家胡志伟演奏，带领现场贵宾进入浪漫的情境。
去年因为疫情，只当伫线顶颁奖。今年包括评审甲10位优秀的得主，拢召到来接受表扬，场面相当温馨。主办单位勉励所有得奖者一定要感谢父母，并且伫艺术的道路上保持热情，用得奖的荣耀坚持行落去。要拿到这个艺术奖，其实是真的不容易。刚才讲了，除了这个感谢父母这个日后的努力还有当然也就是说也是一种机遇也是以后你们制胜的一个关键根据统计，奇美艺术奖34天内已经累计有355人次获奖，奖助金超过1亿2千万。奇美艺术奖34届以来总共有我没有听错的话，355位得奖者颁发的奖金超过1亿2600多万这个数目其实对一个企业家来讲的话，其实也不是很大但是对整个台湾的文化艺术的领域影响非常的深远。主办单位嘛公布第35届奇美艺术奖对10月开放报名，招伫美术创作，包括绘画、雕塑，或者是音乐，包括钢琴、弦乐甲写歌等等有优秀的表现，拢欢迎来挑战。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为了让学生会当伫实务操作学得上新的汽车修复技术，国通汽车特别捐赠一台造价100万的电动车，予自由工商。未来伫课程当中，就会当提升学生实际操作的宝贵经验。全球车辆已经进入电动车的趋势，参照这台就是目前市面上上先进的100万电动车款。这回国通汽车因为当年来甲自由工商有产学合作，加上总经理嘛是介校初中时代校友，所以全台有8台电动车的捐赠当中，台南的技职教育学校就选定自由工商，适合上午正式进行捐赠，场面相当温馨。自由工商赞不赞？赞！国通汽车赞不赞？赞！这摆捐赠对着自由工商的汽车科学生来讲，除了理论以外，会当学到上大件业界的技术，符合产业的需求，创造双赢。未来的时候，也是一个电动车的发展趋势，所以我们希望在学以致用把车子未来的趋势里面。我先提供一部车子让我们同学里面能够好好学习，能够好好的了解，以便未来能够马上进入这一个职能马上建立职能能够马上到产业里面发挥他们的长处。的特色课程上面，我在实习上面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让我们学生有实际上操作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们现在把这台车是放在我们的汽车一厂，除了让我们学生有示范教学，也希望跟他们有所谓的实作的机会。这我会安排在我们的特色课程的选修上面。当然，我们的电动汽车也结合我们的电动摩托车。我们学校的特色课程上面也朝着电动摩托车在发展。为了校长嘛，初体验来驾驶电动车，对着车顶的配备相当新奇。希望日后持续产学合作，透过实车的教学，培育更较侪优秀的人才，让学生毕业得顺利到入就业市场。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2019年进驻台南文学创作基地，女力作家许旭莲，伫日本受到好评的得奖作品《春之梦》。今年6月份，伫台湾发行中文版。柯女士因为疫情无法度返来台湾，所以透过陈小弟、柯文玲里长，观测予台南市政府，由市长代表接收。台南旅日作家许旭莲用了15档创作的畅销小说《春之梦》，自去年伫日本发行以后，就大受好评。今年发行中文版，许旭莲嘛特别观测予台南市政府。因为疫情的关系，由着小弟许文能代表捐赠。市长黄伟特表示，今仔日是7夕，赠送这本册特别有意义，嘛肯定柯女士是台南之光。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代表台南市政府能够接受许旭莲女士她的一个大作，由她的胞弟许里长来送给台南市政府，也是送给台南市民。这本《春之梦》可以说已经是不仅是在台湾，在日本是一个畅销书。那里面描写的一些这个内容，我想都触动每个人的心里面。那也描写他一个海外游子到一个异乡到日本去，他的一个心路历程。那今天刚好是传统的七夕，那送这本书也是相当有意义的哈。那每个人的心境尽管各自不同，但对于故乡的思念，但对于心爱的人或家人的一个情感都是不变的。那谢谢许旭莲女士，也谢谢许里长。阮住伫日本的大姊呢，伊去年《春之梦》这本的在日文版出版时阵就受到咱樊市长的大力推荐，所以很荣幸，伫咱日本获得2次的首奖。日本神奈川历史博物馆才永久保存。日本媒体某在报道，咱台南市市长对咱台南市的文艺非常重视。所以这本《春之梦》今年6月伫咱台湾出版的，本对阮大姊亲戚，要甲这本中文版送给咱市长，因为疫情的关系无回来，所以由我来，我一定要代表亲戚来送给咱市长。他日回国一定亲自来道谢。今仔我嘛代表阮大姊向大家致最大的谢意。恳请大家继续来支持，加鼓励，谢谢。文化局长叶铁山表示，《春之梦》是一本跨时代的爱情故事，内容以横滨甲台南为背景，自1937年的中日战争写到2019年的日本令和时期，引从台日两国的历史经验。许旭莲女士是台南市非常杰出的文学家，那旅居日本长达有将近40多年。那在日本也发表了很多的文学作品。那这一次花了将近15年的时间，那创作了一本小说。那描述的时空背景就是1937年，也就是说即将2战即将结束前一直到今的一个台日两地的一个爱情故事。那这个场域的空间背景就是台南跟横滨。所以这本小说其实里面也充满了浓浓的对故乡的一个情怀。那因为疫情期间，那许女士没有办法回来在台湾正式发表。那这一本小说在去年在日本的日文版发表之后，就连续获得2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学的首奖。那今年特别在6月的时候出版的日文版，也能够分享给台湾爱好文学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来阅读欣赏。上午的观众仪式，除了代表作者的小弟东宫里长柯文玲，还有天义堂的董事长徐国润，以及议员曾信凯，甲参选人曾子杰，拢到场舞会，场面简单隆重。市长表示，希望伫个全市200多间各中小学的图书馆，拢会放一本。未来市立图书馆嘛会来各地点钟。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今年台南市总共有9位抗癌勇士得到周大馆抗癌医王助学金。伫个市府举行颁奖典礼，市长黄伟哲、周大馆文教基金会创办人甲董事长，嘛共同为得奖的勇士加油打气。周大馆文教基金会为了鼓励离癌学生勇敢抗癌、热爱生命，为民国86年设立至今，25年来已经帮助过13300名学生。而今年，咱市嘛有9名抗癌勇士得奖，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出席颁奖典礼，鼓励这些抗癌勇士。今年的受奖人的故事非常非常的感动，感谢，也很想要拜托周大馆基金会。我们的周创办人，还有郭董事长，还有我们各位理监事，大家能够继续坚持，一定要把我们社会的光明面，让许多在各个的工作岗位，在许多自己的学校里面很努力，这个向学，很努力，能够实现自我的生命斗士，的事迹，
让更多人知道。今年得奖的包含大湾高中好友李新田、台南特殊教育学校林庆文、安南国中吴子成、海东国小吴子贤、中华艺术科技大学赖瑞谦、台南女中陈嘉景、南英雄岗吴柔贤、新华国中侯延荣、龙田国小王世涵等9位抗癌勇士得奖。就台湾文教基金会表示，为确保无任何一位离癌学生孤单面对癌症，陪伴所有离癌学生用爱抗癌，活出希望。欢迎各界推荐抗癌愿望助学金申请学生，互因的奋斗生命故事会当感动更多人。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推动水资源循环再生，同时提供科技产业稳定的供水，结合中央投入36亿兴建安平再生水厂，由市长主持上牛典礼，预计10月就当完成。市长为替主席透过传统的祭仪，祈求安平再生水厂建设顺利平安。根据了解，该水厂中央甲地方合作投入36亿，目前结构体工程已经接近完工，所以市长2号向前线伫牛条顶面扫落实，并且甲所有参会民代贵宾伫牛条签名，希望工程顺利伫10月来完成。正良启动。今天要上梁，表示说它的工程进度应该要超过50%了。那表示一切也都是按照顺序来进行。我们希望说这个再生水处理厂能够如期如质的完工，尤其安平再生水厂它的这个水质处理的等级可以处理到等级非常高的，适合制成用水。那我们觉得这都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们，也希望借着安平再生水厂的应用，能够让台南将来在发展经济兼顾民生的时候，或是发展民生兼顾经济的时候，都能够不虞水源的匮乏。因为去年出现前所未有的欠水危机，所以再生水厂的设立，伫当初动土时，行政院长苏贞昌嘛专程南下，主要要求加紧脚步，将污水变成清气的水来利用，甚至是要供应高科技产业的水，而且除了水厂，也包括环境教育中心、供线甲高阶处理的设施。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甲远东科技大学合作，做伙投入资金来优化运动场馆甲健身设备，成立第一座起伫大学的全民运动中心，互新市的居民以及南科园区的员工有了休闲的好去处。为着提供市民优质的运动场馆，市府甲远东科技大学合作，成立第一座全民运动中心，利用大学的场地。投入资金更新运动器材，并交由学校专业团队经营管理，开始甲大学合作的新模式。我们现在有分3种，第一个是国民运动中心，第二个是全民运动馆，那第3个我们是第一个开始揭幕的全民运动中心。非常感谢远东科大能够跟台南市这么样的帮忙，提供这么好优质的体育场馆。那除了同学运用之外，在不影响教学及同学使用的前提下，我们提供给社区、提供给南科生活圈的好朋友一起来使用。喜家财，恭喜恭喜！启用完成了后，市长黄伟綽嘛亲自体验新的运动器材，有健身跑步机、羽球、倒球、荡球、直排轮等等。同时嘛，设置长辈健康照护以及小朋友安亲班。市府甲学校合作建立运动场馆的做法嘛，受到民众的呵乐。我室内当然是较，因为室内有冷气啦，室内有冷气，所以咧运动起就较袂遐尼忝啦。但是咱市长有甲因用咱的远东科技这个场地，我感觉做好。全民运动中心的收费嘛相当亲民。希望会当成为附近居民以及南科员工休闲的好去处。未来嘛会陆续兴建各种类型的运动场馆，提供市民更多元的选择。
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8月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